算点名十几档的赖清辉，除了描写接下婚纱等翕相工作，2档前嘛投资100万开设专业的点名棚，对布景、灯光等设备看起来虽然无啥特别，不过一讲到自拍，买当来棚内就较无同。因为当中结合多元变化布景，加古在里外服装加道具，甚至佮搭配严格的情景，互包厢已经变成消费者专属舞台，家己遥控家己耍，根本毋免点名所在场。而且这款毋免惊外口烧热，同款会当伫海边啊翕出逼真趣味的实景，确实吸引侪少年人的眼光。我会来到这个摄影棚玩这个自拍的那个活动，是因为现在外面夏天天气很热，然后我们如果来到摄影棚，就可以借由那个后面场景的部分，制造一种我们就在外面海边那种气氛，然后就感觉很逼真这样。对啊，就很逼真这样。业者表示，对开店较大，以18岁到35岁族群来交管上济，不过亲自做回来体验自拍嘛愈来愈多，甚至专工对全国各地来体验留念的拢有。因为近几年来那个在于自拍这非常流行啊。因为一般时下人自拍都会用手机去自拍，可是自拍的效果就是只能拍到局部，它不可能拍到全身。那来到摄影棚，它可以拍到全身，也可以拍到瞬间的凝结。所谓瞬间凝结，比如说你如果跳起来，它可以抓住你跳起来的凝结这个画面。还有一些特殊的画面是手机没有办法来做自拍的，来做比拟的。那更何况这个摄影棚自拍，它还是属于商业的东西。你如果要把它做成商业的印刷啦，都可以。那手机是不可以的，手机只能单单在那个网络上去做流传。这是那个摄影棚自拍的跟手机自拍的差别在这边。这也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创立那个自拍棚的最大的用因在这里。业者表示，该店以人头甲时间来收费，所以愈侪人愈会好，而且只要加入粉丝专页打卡按赞，也阁有特别的优惠。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。BB 宽屏120枚，每月只要888，让你极速爽标网，办再送1000元购物金，快拨打电话订购，送行412881，3冠网418833。